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耶穌對他們說：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，應當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臨到你們。那在黑暗裏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處去。你們應當趁着有光，順從這光，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。呢兩節聖經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12章35、36兩節。耶穌話：光喺你哋中間唔會有好多時候，已經喺我哋中間好耐嘅時候，但係唔會好多啦。即係話冇幾耐呢，光要離開啦。所以你哋應當趁着有光就行走咯，免得黑暗臨到你哋嘅時候，咁你哋就唔知去邊處。黑暗係引人到滅亡，危險、痛苦、絕望。光係引導人行上正路裏邊，光係使人有盼望。所以你哋應當趁住有光，順從呢個光。奇怪，主耶穌咁樣講到光，又叫人順從呢個光，咁就使你哋成為光明之子，又提到光明嘅仔女，咁就表示光係講到主耶穌自己啦。冇錯，耶穌係世上嘅真光，耶穌親口講嘅，我係世上嘅真光，跟隨我嘅唔在黑暗裏邊走，必要得着生命之光。呢個光喺我哋嘅世界呢，已經有好耐嘅日子啦。但係朋友，唔會好耐咯噃，日子將要過去咯噃。呢個世界以及其上嘅情慾，有日都要過去，唔會好長。按照呢個世界嘅景象呢，我哋知道呢個世界唔會好長嘅日子噶，好怕災難就會臨到。呢啲唔係我哋亂講噶，呢啲係聖經裏邊講得清楚，稍為讀聖經嘅人都能夠呢講咁樣嘅說話。睇下我哋世界，我哋嘅社會充滿咗罪、混亂、兇殺、醉酒、淫亂。睇下我哋嘅世界裏邊嘅人敗壞到咁嘅地步，兇惡到極，殺戮各樣嘅呢搶奪、污穢、頂撞神，罪惡可以到滿盈，真係好似呢到滿盈。呢個世界唔滅亡，真係冇理由，真係冇理由。人嘅罪咁厲害，呢啲屬於黑暗。現今黑暗嘅勢力可以話達到頂點，籠罩整個嘅世界，各個國家、各個社會。但係一直到如今，光仲喺我哋之中。主耶穌佢自己寶貝嘅福音仍然喺世界可以傳，呢個係光嚟。所以主耶穌就勸人，你哋應該趁住有光，順從呢個光，使你哋能夠成為光明之子。要趁住呢個機會，一講到機會呢，大家都知道好快失去，一失咗去呢，冇辦法再得翻。機會常常係咁，信耶穌唔係隨時可以信噶。好多人話：使乜咁快信呢？我淨係年輕嘅時候，喺呢個時候享下世界嘅福罪中之樂，等我年老將近死啦，我然後先至信呢。但係咁樣嘅心嘅人，往往信唔到耶穌噶噃。咁嘅人往往呢滅亡。原來信耶穌唔係隨時都得噶。現今神有恩典臨到呢，聖靈喺我哋嘅心中感動，咁我哋信呢就得噶咋。聖靈離開我哋唔感動，你就冇辦法噶啦。咁神冇丟棄任何一個人嘅，
神一定俾每一個人有悔改嘅機會。我相信神嘅靈都在每一個人嘅心中都感動人。當人聽到神嘅話嘅時候，佢都做感動，藉着神嘅話去感動人，等人悔改。係啦，人拒絕冇辦法，人消滅聖靈嘅感動，咁有咩法啫？人要冇辦法，神嘅靈唔勉強人。信耶穌一定要自己，你唔自己去接受冇辦法，人不能替你，至愛你嘅人都不能。所以呢，信耶穌，當你聽到福音，神嘅靈藉着聖經嘅說話，福音嘅種子喺你嘅心中感動你，催促你要信，你就馬上順服嗰個聲音，順服嗰種嘅感動，馬上接受。咁呢，咁你就成為得救嘅人啦，你就成為有福嘅人，成為光明之子，唔再屬於呢個黑暗世界。有日你要進到一個永遠光明冇黑暗嘅地方，就係天堂，神嘅家，成為神嘅仔女。所以朋友，如果現今你聽緊呢啲福音，聖靈藉着呢啲福音喺你嘅心裏邊嚟到感動你，催促你要信耶穌呢，我勸你，你就馬上信服，馬上接受，馬上謙卑悔改，咁樣你就把握住嗰個機會，你就信到耶穌啦。聖經常常勸人，為時候唔係多，機會唔再多，機會一失，人就冇辦法嘅。恩典嘅門一關，你去信都信唔到嘅咯。所以呢，我哋應該趁着有光嘅時候，趁着今日好多地方都能夠呢聽到主耶穌，都有人傳福音。有時用書籍，有時用單張，有時用廣播電台，甚至都有時藉着電視，有好多朋友傳道人周圍大聲疾呼嚟到將主耶穌介紹俾個人。好多人充耳不聞，好多人覺得呢啲唔緊要，好多人沉溺喺各種嘅情慾，尤其是年輕嘅人。朋友啊，小心啊！你一失去呢個機會，恐怕永遠唔會再嚟。當主耶穌嚟到你嘅心外，敲你嘅心門嘅時候，你應該趕快趁佢未離開，你就打開你嘅心門，接納佢進入你嘅心中。我要話俾你聽，主耶穌唔係永遠在你嘅心外敲門。冇錯，佢也曾敲過，佢現在又再敲，或者會敲一個好長嘅時間。佢會好懇切想進入你嘅心。佢會話，朋友，睇下我嘅手，為咗愛你拯救你嘅緣故，我為你釘落十字架，流出我嘅寶血，捨去我嘅生命。我願意救你，我願意進入你嘅心，除去你嘅黑暗，赦免你嘅罪，將永生、光明、喜樂、平安賜俾佢你。開你嘅門啦，打開你嘅心門啦。雖然多次你都想，但你仍然冇行動。呢一次將你嘅心門打開，恐怕好難，因為好耐你嘅心門或者有好多咧生咗銹，或者有好緊。但係朋友，當你有一個咁嘅心，睇到自己嘅罪，睇到將來嘅結局嘅可怕，你應該不顧一切將你心門打開。一個人跌咗落水，呢個人不顧一切大聲叫救命，因為呢個生死嘅關頭係救命嘅時候。同樣，當你聽到主耶穌嘅聲音，你就應該將你嘅心門打開，接納佢進入去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唔係永遠企喺你嘅心外敲門。有一日時間一到，佢會離開，恐怕佢一離開之後永不再來。咁你就成為世界當中最可憐嘅一個，你就枉活一生，因為你將來永遠在地獄裏面痛苦。所以耶穌話，你哋應當趁住有光，順從呢個光，使你哋成為光明之子。做神嘅兒女，
何等有福！係藉着信靠神嘅兒子耶穌，從此得着神嘅生命，咁樣就能夠做神嘅仔女，生喺神嘅家，住喺神嘅家，永遠享受神嘅福氣。因此，朋友睇到嗎？光仲喺樹，唔好等光離開，你黑暗當中你就真係揾唔到邊條係正路，結果你就係死亡。趁着今日有光，照住呢條生命嘅道路，照住呢條滅亡嘅道路，你就趕快離開嗰條滅亡嘅路，嚟到揀選生命嘅道路。趁着今日有光，佢會幫助你，等你可以脫離黑暗，你就趁着呢個時候接納耶穌做你嘅救主。耶穌係世上嘅真光，跟隨佢嘅就唔喺黑暗裏邊走，必定要得着生命之光。當我哋信靠佢嘅時候，所有嘅罪惡完全脫離，佢擔當，佢俾我哋一個新嘅生命，行走在一條永生嘅道路，成為光明之子。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